讲到上帝和现代人先知的话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为着要听上帝的话，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尊至圣、智慧荣耀真理的上帝，阮自己伫你的圣殿内，阮来敬拜你。当阮强听你的话时，有时阮听却无真正明白。阮要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来帮助阮，互今仔日伫礼拜中间讲的人、听的人，拢平平对上帝你的话来得到教示，也得到祝福。阮将下面的时间交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主你通过圣神的帮助，互阮搁一摆来默想，来吟味上帝你的话语。求主你帮助阮，因为阮活伫一个真激烈变化的世代，无论是资讯，无论是科技，无论是最真复杂的这个假信息。恳求天父上帝帮助阮，真侪有判断能力的基督徒。恳求天父上帝也互阮，为着阮的囡仔的将来，活伫21世纪新的挑战，阮来培养、来陪伴，互阮的囡仔真侪有能力来面对新的世代的一代新的青年。阮恭敬伫你的面前敬拜，恳求主你圣神对阮讲话，祈祷我和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上帝话是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今仔日咱有几啊段话，甲今世的中间，咱拢听到一句话：咱活伫一个新的时代。兄弟姊妹，5个月前，咱台湾有一个真夯的这个题目。我毋知恁了会看到当时的新闻的时候，恁有什么种的感触？全世界上瘾的科技叫做 AI， 什么叫做 AI？ 你我咱多数的人并毋知影什么叫做 AI。前一代讲 IT， 什么叫做 IT？ 其实咱活几啊10年啊，咱嘛无一定了解 IT。但是顶礼拜的时候，牧师甲咱讲，为着天光来准备，恁会记得无？牧师甲恁讲一个故事，当人咧讲起台湾的农业科技是一个黄昏产业，是无噩梦的事。上帝讲，恁着为着明仔载天光来准备。今仔日牧师嘛要甲咱做伙来想。你我咱在座多数的兄弟姊妹，咱一生可能拢无机会进入 AI 这个产业。咱嘛有可能，咱无法度去买到 AI 的产品，因为 NVIDIA 伊一块晶片就几十万，比咱咧买电脑迄是几啊十倍的价钱。但是咱活伫这个时代，咱无可能无受伊的影响。兄弟姊妹，毋是讲这个经济是别人咧赚。咱甲咱无关系，毋是这个意思。咱活伫这个时代，咱要安怎面对这个时代？伫明仔载21世纪 AI 大大兴起的时阵，咱台湾人你我，咱兼无关系嘛？兄弟姊妹，毋是安尼。咱的囡仔会大汉，咱嘛会面对着 AI 所带来。我相信 AI 带来有正面的影响嘛，负面的影响。正面的影响就影响咱台湾的经济。台湾人伫全世界其实行路拢有风啊！伫5月开始，你来看全世界上优秀的美国遐个高科技的头家，甲遐美国的商业的人，来到台湾伫5月中间一窝蜂伫咱台湾。最近甚至台湾伫国际伫英国的一个调查讲，全世界的人票选要去大的都市，伊感觉什么所在是上甲伊满意的。台湾是排世界第1名，但是有人嫌甲无一块着，鸡卵壳肉嘛有芳啊。过去咱台湾敢无改变嘛？但是当咱咧好的时阵，有人不爱咱好，所以就讲迄个假消息，讲那既然你伫台湾主张台湾独立的人伊就爱判死刑。这是中国拄昨因发布的这个消息。亲爱的姊妹，这是表示咱做了对啦。因为这个消息就是咧甲咱讲台湾咧好，但是有一个人目睭赤，伊看袂好势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牧师今日嘛要邀请咱。牧师毋是 AI 的专家嘛，毋是 IT 的专家。IT 就是资讯科技啦。早一代真爱读电脑有无？咱台湾人有真侪优秀的台大、清华这高大毕业，拢一来去美国的4句。
迄个时阵，全世界资讯科技的进步，也因为资讯科技的进步，咱的手机也毋免牵电线，咱摕咧街仔路逐所在行，然后 WiFi， 然后蓝牙，真侪功能，资讯科技都产生对生活有真大的影响，有好嘛有歹。所以有真侪伫高科技的产业的人。有真侪时阵伫查经班，也是伫即个培灵会中间，有人会后会甲我讲，牧师，阮即个产业趁钱是趁真济，但是其实阮感觉真有压力，我嘛感觉真空虚。除了钱较济一个月，年薪一年年薪100万几百万，对一个少年囡仔来看真抢赢。但是有真侪少年囡仔后来挡袂牢，因精神崩溃。每一项物件拢有好有歹，所以今日牧师要甲咱做分享，这个题目最重要就是要唤起咱来注意。你我咱将来可能拢毋是一个 IT 的头家，嘛毋是 AI 的头家，咱嘛无法度去教咱的囡仔，所以咱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上去补习。因为你要栽培一个高科技的 AI 人，毋是遐尔简单，讲你要甲栽培，伊将来就会变做黄仁勋啦。所以爱的姊妹，但是时代咧变，基督徒。无论你趁偌济钱，趁少钱，咱犹原伫上帝稳定中间，犹原是公平。幸福的人无一定是伫 AI 内底，幸福的人嘛无一定伫四句的内底。台湾即摆是一个风水轮流转，因为过去的30年，其实真侪少年人的薪水袂当调，为什么？产业无留伫台湾，但是全世界即摆若无台湾。可能要过新的一个时代，真困难。AI 叫做人工智慧，但是电脑会当代替人啊，无电脑永远袂代替人。所以有真侪电影咧讲起电脑后来反叛有无？煞反客为主，伤害人类，世界末日，这是毋是无可能的代志？但是科技，咱一个现代的基督徒甲教会。咱应该用什么种的角度来去看咱所生活的时代？时代无论怎样变，上帝的话永远就是真理。今仔日圣经伫旧约讲，你若听我的话，守我的话，佮照安尼去行的人，我就要将下面的祝福来赏赐互恁。而且牧师今仔日请书会的同工，只有读这2节。恁会好奇讲，恁若主持所咧注意听的时阵，恁会好奇讲。上帝讲要祝福阮，到底是咧讲什么祝福？牧师互恁一个家庭作业，今仔做礼拜了，恁倒去读，搁落去迄10节的圣经，出去要有平安。上帝对天顶拍开伊的库房，将伊有必稳定赏赐互恁。恁手所做的工，上帝要祝福你，就是表示上帝要互咱真做有能力通创造幸福的人，毋是坐咧听候人甲咱饲。你手所做的工，上帝要保守你。你要做头无做尾，你要徛悬无徛低，毋是骄傲，会代表要真做一个有领导能力甲管理能力的人。所听的姊妹，3500年前，上帝甲摩西所讲的这话，伊讲下面这祝福，因为上帝的话就是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听、守、行，做礼拜听道理无够额，因为听若无行，永远是空空的，对不对？做基督徒听道理了，爱将这个道理变作你的智慧，变作你生活的主张，变作你的态度。伫个真有丰盈的冲击的时代，基督徒爱有真做有主张的基督徒。兄弟姊妹，趁咱的囡仔要会栽培时，栽培伊。你讲牧师，我虽然无法度教伊电脑，我虽然无法度教伊 AI。但是我会当教伊品格，我会当教我的囡仔一生中间才做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念的人。因为伊的将来人生毋是干那用趁钱做唯一，伊将来伊所赚的钱是为着要造就人、要人民人、要创造更加大的幸福，甲人做伙同欢喜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就今仔日个礼拜。台湾面对一个新的时代，已经对 IT 变到 AI 啦。但是台湾的农业敢有消失哩？我看到真侪，自从阮下晡甲陈牧师会出去运动，阮会行伫田湾路中间，
即摆有真侪青农，因即摆咧喷油啊，吼，是用迄种空拍机，毋是空拍机啦，就是用迄种诶机械式诶咧喷农药。即摆青农，做厝边年纪较大诶时阵，无法度搁再有体力诶时阵，因用机械化，因一做拢是5架10架。时代咧变，人爱有能力去面对迄个改变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免羡慕别人，互咱伫咱的生活中间用上帝的话来思考讲：主啊，我甲我的囝，阮的将来是怎样？遐你今晚牧师无能力，佮继续甲恁讲后一代 AI， 但是我有言将来这个 AI 对台湾是一个足大的祝福。咱来改变做祝福，毋通变做咒诅。有真侪人伫这个高科技的中间，后来被淘汰，是因为因的灵无健康。虽然因的智慧足有，但是灵若无健康，半途而废。因的一条路无法度行到落尾，伊就自我结束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来甲主祷讲，主伫新的时代，虽然阮可能我的囡仔嘛无一定会进入 AI 的产业。因为 AI 产业是真少数人，但是 AI 产业影响台湾所有经济。因为遮尔大的世界性的产业，伊的税金会改变台湾的体制。台湾这几年毋是无改变，有的人对政府要求不满，但是恁敢有感觉？对少年人综合所得的扣除所得税的扣除额提高，迄是啥物意思？就是互摕迄个平均低收入的人，伊免交较悬的税金，提高迄个综合所得税的下面迄个扣除额，互少年人拄毕业的时阵，伊毋免纳税金，互趁愈侪钱的人，伊纳愈侪税金。AI 对台湾的好处是，伊大入来了后，虽然多数人无伫遐产业工作，但是税金会伫咱政府的内底。所以政府无应该是甲咱摕来付6000块、10000块的迄个税金，互恁做去夜市啊消费啊。迄应该摕来做建设，应该摕来做长照，用来放伫搁较侪的社会福利弱势中间。我伫喜乐堡医院参与伫工作中间，我知影小英有做，因为长照的人的薪水是低，无社福机构的薪水是低。长照后来因为长照 2.0， 长照的人较悬，所以机构的人拢走，因为大家拢看薪水悬嘛。政府知影这个困难，所以政府有2个阶段用补助，就是前瞻迄个经费，来帮助社福机构慢慢调整工作人员应该有的薪水的结果。咱毋知影，毋是代表代志无发生。锁定的姊妹，咱爱陪这个国家，陪这个台湾这个土地，做伙做正确的选择，做伙做正确的决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所有台湾的教会，思考咱所面对的社会，以及伊所发生的问题。教会要有能力去讲这个问题。虽然科学毋是咱咧研究，但是咱爱做有责任感、有能力陪伴这个社会的人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地今仔日个礼拜，牧师要鼓励恁，无论时代安怎改变，品格总是基督徒的第一要紧。恁敢有同意？基督徒活伫这个世间是这个光是盐，囡仔的品格是第一要受教育之前，都爱受优先的建立。换一句话，囡仔伊伫还阁咧食牛奶的时阵，还阁伫涂骹咧爬的时阵，伊就开始咧看伊的爸母安怎款待伊的士大人。爸母若是友好士大人的囡仔，囡仔伫背后看，你拢免家教，伊自然就知影讲友好是一个家族中间的态度，对毋对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知影做人甲做代志是不共款的。
要学做代志进前，爱先学做人。咱将来做代志的时阵，才做会到对的代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：主，我甲我的家，决断要服侍耶和华。这上讲的，约书亚讲：自古以来，上帝的百姓就是安尼，无论时代安怎变，我甲我的家庭独独要敬拜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赏赐智慧的灵、聪明的灵、策略的灵、能力的灵、知识的灵，以及敬畏上帝的灵。人因为敬畏上帝，就知影家己有几两重；人因为敬畏上帝，就知影上帝有偌重，上帝有偌大的恩赐甲能力。像姊妹牧师互恁的广告，就是重新都会去读今仔日这个申命记的这个后壁吼。今仔日咱所读的是申命记28章，做第1节甲第2节。上少恁来读到第13节，因为你的所在讲下面的祝福，拢写伫遐中间。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赏赐你出入的福气。上帝要为着你拍开天堂、天顶的库房的门来授恩予你。上帝要祝福你手所做的工。上帝要予你居首不居尾，居上不居下。就话咱真做一个有能力的人，有领导能力的人。这不是咧讲基督徒拢都爱做骄傲，爱做头人，不是这意思。上帝所讲的做头人是先做萝卜，你有听过耶稣讲的话无？这是圣经内底咧讲的居首的道理。你做头人的理由是为着要做服侍啊，不是要画头画尾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一个有明白上帝话语的人，也上帝话大大祝福你的囡仔到代代无尽。求天父上帝互咱为着明仔载，顶礼拜牧师甲恁分享讲，是台湾的黄昏是产业黄昏夕阳产业嘛？有的人是乐观的，所以看到明天的日出；有的人是悲观的，伊感觉我去干那拍拼，嘛是一个结束。遐弟姊妹无共款，这叫做噩梦。噩梦的神学、危机的神学，拢是上帝所赏赐互教会。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听一个摩西的祈祷，诗篇90篇第1节到第2节，伊安尼讲。伊讲主啊，世世代代你做我徛起的所在，大山也未生出，地也未造就，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我的上帝。诗篇90篇，人的一生是70，永从头到80，其中所夸口的是什么？不过是劳苦忧愁。而且诗篇90篇不是安尼结束，因为摩西到90岁时，伊讲人是70，永从头到80，但是摩西的人生真正开始是80岁，伊到120岁。写摩西5经，上帝启示，伊留予以色列人一本最要紧的上帝的话，搁有摩西带以色列人准备进入迦南地。人一生是70，永从头到80，其中所夸口的不是劳苦忧愁，其中所夸口的就是看见上帝天开，红海开，上帝为人拍开永远的土地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咱的整个教会，一个对我有真吸引力的一个牧师，伊叫做钟马田，伊是英国西敏寺的牧者，人称伊做现代真有影响力的讲道者之一。伊伫国王的礼拜堂西敏寺当30年做主任牧师。伊原本是一个医生，后来上帝呼召伊去做神学院的老师，去做这个牧师。伊一生服侍上帝。这本册是伊写的，伊讲牧师讲道甲讲道者，讲道的人甲讲道者。我要用这句话来甲咱读哥林多前书14章。保罗讲，恁都爱羡慕迄个恩赐。第一大的恩赐就是仁爱，第二大的恩赐就是先知讲道。先知讲道真侪教会误会。因为有的教会真爱教导那个叫做先知性的话语，
爱帮助咱用学习的方法去讲上帝的预言，也要去讲迄种先知性的语言。神的讲道毋是一种会算命的信息的传达，毋是。保罗写伫哥林多前书14章内底咧讲先知讲道，到底是咧讲什么？保罗互哥林多教会批写甲足清楚，因为哥林多的教会面对一个生命的冲击甲危机，就亲像咱今仔日面对 AI 时代。AI 带来繁荣，带来进步，带来富足，但是哥林多城嘛是安尼，因为挖港口赚有钱，人车花宴乐，行奸淫。你若除非去读哥林多的真书，追求爱却不懂得爱，所以保罗伫哥林多前书咧讲，伊最大的文书，互恁误用啊！昨天有参加牧师伫迄个查经班中间，甲恁解说，保罗讲到4种的痛。一种的痛叫做情欲的痛 eros， 一种的痛就是兄弟姊妹的痛叫做 philia， 一种的痛叫做 storge 就是家庭的父母对囡仔无条件，迄种的父母给予的爱。第4种，伊咧讲起真正伫这个世间上重要就是人的痛，若要完全需要上帝的痛，迄个痛叫做阿加佩。保罗咧讲的先知性的讲道，其实是咧讲上帝的话，毋是咧讲去预言的话。但是今仔日有的教会，我毋是讲上帝就无搁再赏赐人有先知性的能力，毋是牧师无要看见这的教会。但是一个真出名的牧师叫做 John Stott， 伊讲甲真清楚，伊讲牧师不是假先知，牧师不是假使徒，不是胡言乱语，牧师所讲的话。就是上帝的话，用上帝的话带人看见上帝。所以先知性的预言最要紧有几个特质，就是伊会帮助咱看到上帝家己。先知性的预言就是会互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做上帝，你的主张，你的付出，你的立足点。兄弟姊妹，你咧鼓励你的囡仔，栽培你的囡仔时阵。有时咱嘛会袂记你讲，将上帝摆伫栽培囡仔第一要紧，先去补习，较来做礼拜。学校的活动比教会活动较重要。我毋是讲安尼毋对，这就是基督徒选择的一个真要紧的关键时刻。或者凡事拢通，但是无拢有利用。但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爱知影讲，上帝是什么。所以，这个牧师讲，讲道的影响力是帮助人，甲上帝有一个健康的关系。我若有上帝，其他后来就是对你来。顶礼拜牧师甲恁讲的分享，毋通误会讲牧师咧讲家己过去有安怎对恁诶参与甲奉献，毋是。牧师顶礼拜所讲的遐个故事，拢咧甲咱讲。当我还毋知的时阵，上帝伊是一个信息的上帝。伊会带领咱的脚步。牧师最主要要甲恁分享的是，你若既然要相信上帝，你要相信，伊是对你少年甲年老，拢有安排的上帝。恁同意吗？你爱相信讲，这个上帝甲你有关系，甲你的囡仔嘛有关系。你同意吗？咱多数的人可能活袂到 AI 真正大发展的时代啦，但是咱拄啊看好戏正要开始尔。但是咱的囡仔看会到，咱来教咱的囡仔目睭金的时阵，毋是干那看到钱。咱来教咱的囡仔知影讲，这个钱甲工作的过程是为着要荣耀上帝的名，也是通过伊的能力去照顾别人。教会需要听去货真价实的圣经的解释。我真爱钟马田牧师伊所讲，讲道毋是黑白讲，543。圣经读了后，小可讲2句然后开始讲社会的新闻，最后要搁结束，其实搁倒来上帝的话，毋是对头到尾。整个上帝的时间，就是上帝的话不断在咱的中间来对咱讲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礼拜听到2句话。第一，
圣经到底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讲什么？伊讲，既若听见我的话，守佮照安尼去行的人，申命记第28章第1节，或者爱甲背起来，听佮行。来到教会做礼拜，若永远无照圣经的话安尼去行的人，可惜牧师毋是上帝无一定甲你拍尻川，但是咱要失去一个足大的祝福，就是互上帝的话真侪祝福的源头。损失的是咱，毋是上帝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恁着注意听耶和华上帝的话，守一切的诫命，佮来行伊。做礼拜了后，毋是圣经合起来结束啊，甲放个礼拜堂，拜一到拜六，我行我素。做礼拜了，才是一个新的开始，真正精彩的开始。我伫这礼拜所大的感动，陪我对拜一到拜六，对年头到年底，上帝的话永远是我做决定的光。求天父上帝帮助你，伫这个所在，伊讲要互你搬过天下万国。我用这句话为着台湾祈祷。台湾是世界一个极势的岛屿，一个极势的国家，但是互人屁想到即卖。但是我相信，这个土地是上帝所听的，也愿咱的子孙将来无论行到世界各所在，毋是行路有风，抬头挺胸。要做中国人的人，拜托恁请去，中国的门是开的，无人有权利勉强台湾人做中国人，这是我的主张。虽然我的祖先到我第4代对福建过来，但是我感谢上帝，予我出世伫这个土地。阮的祖先有这个土地，通予阮成长。阮的祖先嘛伫这个所在听到福音，阮的祖先嘛伫这个所在建立产业。上帝要予咱搬过天下万国，台湾毋通骄傲。台湾要真做一个真多元的国家，真侪无共款的人来甲咱做生活。咱来感谢过去的原住民，因伫这个土地会头大囝。咱嘛爱感谢将来要来甲咱帮助的真侪移工，甲真侪外来的资源。台湾是亲像美国，是一个真多元文化的国家。愈多元的社会，愈有创新的能力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真复杂的话题，真困难的话题，但是上帝拍开咱，牵咱的手，伊讲你免想遐济，对我行就对啊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上帝要将这祝福放伫恁的内底，要入伫你，要交伫你。意思就是上帝所讲的话，毋是参考的，毋是一个形容词，就是真真正正你会当领受。3种：第一，你出也得祝福，你入嘛得到祝福。你出入拢要得到上帝祝福。你所开的门无人通关，你所关的门无人通开，会记无？上帝讲，耶稣讲，我将天国的锁匙交予你，你是西门彼得。伫你的顶悬，这个石盘，我要建立我的教会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申命记28章12节，耶和华要甲你开，伊伫天里宝贝的库房，落及时的雨，你的手所做一切事，上帝祝福你。也真若听到英文吼，爱伸出手来替啦。主啊，我感谢你。你所有一切应允拢是真。主，我毋是贪心的人，玛纳就好，玛纳就好。耶稣讲，我的一日息，今仔日互我，逐日上帝甲我同行，主帮助我。我要互你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。意思就做一个有领导能力的人。伫圣经内底咧讲的领导能力，伊的意思叫做以生命影响生命，听有无？
领导者就是用你的生命去影响你身边的人，用听、用愿望、用信心来鼓励你身边的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这个礼拜，今仔圣经个另外一句话，伊咧讲什么？先知性的话语。拄则无书小我讲，圣经中间所咧讲的先知性的话有两种，最主要就是伫旧约的中间有先知书。恁若真足读，恁就知影先知毋是正命的人，绝对毋是。先知所讲的话，拢是当迄个时代伫沉沦、伫奸淫、伫真侪放纵。上帝讲，你去甲因讲，安尼做无好，是带人脱离黑暗进入光明。先知的话通常拢是上帝搁使想述一种新的画面的品格。所以先知咧讲的话是互人讨厌的话，会插人的心，会挑战国王，会挑战当时的社会的制度。你若了解伫旧约的中间的先知，先知有两种的特质，因真强烈的意识到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，毋是读了有一个感动，就把这个感动放伫圣经一句话讲，这就是上帝互我的先知性的话。圣经内底咧讲，耶和华临到我的话，这句话是真严肃的话，特别爱用出埃及记20章，伊讲毋通蓝衫称呼我的名，你会记无？10条诫中间的第4条、第3条，毋通蓝衫称呼耶和华的名。所以，既然咧讲起先知性的信息，有限的教会爱真敬虔、真慎重，爱问家己讲：今仔我所听的这个感动，敢真正是上帝所讲？今仔日保罗伫伊的哥林多前书14章34节有安尼讲，伊讲做先知的讲道最重要就是造就人，甲造就教会。先知性的讲道最重要就是造就人，甲造就教会。造就这个字伫希腊语足趣味的，伊叫做起厝顶，可有都没有，伊可有都没有，这个可有就是可以落，可以是就是厝啦，后边迄个都嘛都没有，这个字就是厝顶，用上帝的话建立人的品格，建立人的处体，建立教会的圣殿。先知的讲道就是用上帝的话造就人、安慰人、宽勉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知影上帝常常用伊所设立的圣主日，互伊的牧者爱尽心将伊的话讲互伊的囝儿甲查某囝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的责任是负责讲道，恁的责任是负责接受上帝的圣神伫恁的心中的带领。恁敢有同意？愿主祝福咱的教会，是因为这个圣经的话来受改变。愿咱的教会，咱的囡仔，是因为上帝的真理来得到智慧。愿这间教会，咱所做事工有声无声，拢有影响力，会影响到这个时代要过的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今仔日有两个结论。第一个结论，牧师要甲恁提醒：上帝的话本身就是幸福。所以咱教会最近的暗时拜六暗的查经班，伊的主题叫做对圣经看到幸福的智慧，对圣经听到幸福正确的需要的态度。人若毋读圣经，干那要甲上帝讨幸福，不如认真读圣经，真做一个有智慧、有能力的基督徒。上帝话会造就活命，会创造幸福。毋是敢若黄仁勋，嘛是一个台南囡仔尔，平平拢台湾囡仔。哦，即摆伫美国请假也袂掉，一个姓苏的，一个姓黄的，
兄弟姊妹，毋是干那因两个有贡献，咱台湾人伫4区有偌济优秀的工程师，拄是这个时代开始布艺开花结果子。愿天顶的上帝祝福台湾。台湾的名毋是叫做Formosa，Formosa是外口人甲咱叫的。台湾母亲的名叫台湾，敢是？但是有几个人知影台湾名是啥物意思？啊，无咱的头人甲咱讲，学校的老师嘛毋甲咱讲，啊，政府嘛毋甲咱讲。对荷兰时代、日本时代到国民政府时代，插伊，反正这个人是无名的，伊的名叫做古菜名。最近有一块短片咧，讲起福音来到台湾400年，好消息频道因开始咧拍。伊讲感谢上帝，福音来到台湾400年，也未出版，因了个咧剪片，还有想要请一寡人甲因做回应，啊，看了我有甲伊回应，我讲确实，福音来台湾有400年啊，但是英语讲 so what 又怎么样呢？过来400年开始精彩啦，哈！我的想法就是，过去有400年福音的历史，但是未来400年台湾教会应该做什么？兄弟，恁讲呢？未来台湾的教会400年，咱应该做什么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用上帝的话就是福音的起头，来创造幸福的国家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伊讲咱若第一听手。佮照安尼去行，咱若第一听、细二听啊，守遵守，佮照安尼去行。下面的祝福就要对后壁临到伫恁，遮的祝福就要接伫你，也甲你三甲之地。阿免。主啊，阮听到遮的话，我嘛相信，这是你伫今仔日要赏赐永远互阮的兄弟姊妹。主赏赐阮遮做一个幸福的家庭。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，伊带着使命感进入联合国做联合国的执行长，伊伫伊的任内就安尼祈祷。伊讲：上帝，你带我来到联合国做联合国的执行长，什么意思？我知影上帝，你爱我来到联合国，最主要是要将真理、福音，将上帝的真理带入这个联合国。所以，祈祷常常提醒家己讲：我当如何做？我应该安怎做？伫我有能力应付这个联合国的这个角色，我要怎样将上帝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伊的精神带到联合国？伊是所有的执行长中间第一个，嘛是唯一一个，伫联合国的大楼设立一间祷告室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毋知迄个祷告室有偌大的影响，但是这个人伊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愿你通过我，互人看见你；主啊，愿你通过德堂教会，互德堂人看到上帝你的存在。阿免嘛。主愿你有这间教会存在，互最阮的兄弟姊妹，伊伫这个哀哭都没有。就是这个圣殿的内底受造就，牧师有甲恁解说造就，这个意思。咱伫遮受造就，啊，咱爱伫遮建立一间爱哭都没有，爱哭都没有意思就是建立你家己的礼拜堂。呀，这你愿意吗？你愿意伫你的心灵的内底敬拜上帝吗？求天父上帝祝福咱今仔日的礼拜。今仔日的祈祷阿们的时阵，就是表示好戏要上场了。主啊，带阮向前行，主帮助阮，互阮的囡仔。主爱咱做什么？伊讲爱咱做伊所欢喜的事。伫米迦书6章第8节的后半句话，伊讲上帝已经甲咱指示，什么是伊所爱？第一，行公义有尊人民啊，谦卑甲上帝同行，三句话。行公义好人民，尊谦卑甲上帝同行。
我听过偌清德伫公开伫教会活动中间，上少讲过听过300伊用即句话，伊表达伊做一个受交代公仆的时阵，伊愿意行公义、好人民、存谦卑的心，甲上帝同行。一个毋是基督徒的总统，伊过去看到咱的教会伫台湾的现代化的顶悬，即句话就是伊看到的记号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爱咱存公义、好人民、谦卑，甲甲伊同行。无论是 IT、AI， 拢不要紧啦。台积电我拢永远讲袂出来，常常讲毋对伊的名，什么 TSMI 啊，是 TSMC 啊，佮敢若要台积电的研究都不要讲啊。兄弟姊妹，迄不要紧，上帝话才是咱的智慧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常常听上帝先知性的声。上帝先知的讲道，毋是敢若牧师讲。当你谦卑安静的时阵，上帝亲自要讲给你听。你讲有影吗？兄弟姊妹，有影。我的灵修的老师甲我讲，伫你晚祷的时阵读一句圣经，你养成一个习惯，带着一句圣经进入到你的睡梦当中。我的灵修的老师安尼甲我讲，伊讲伫梦中，上帝的天使、上帝的圣神，要伫你做梦的时阵，甲你见面，就亲像伊甲雅各伫伯特利，带着一句圣经进入到你的睡梦当中。白天你用言语祷告，晚上圣灵来对你讲话。哈利路亚！愿上帝这种的祝福，甲兄弟姊妹撒甲地地，互恁常常因为圣神的同在，恁会听到上帝伫头前所带领的话，是伊要造就你，是伊要安慰你，是伊要宽免你。咱的生命，咱的教会，拢要得到改变。愿咱的教会存在，咱的囡仔明白两项事：第一，上帝的事；第二，就是咱个人人生的事。兄弟姊妹，记得上帝圣神要帮助咱，咱来听到上帝，伊甲咱讲：向左，向右，向前。上帝，伊是信实的上帝，伊会引导带领咱当心来祈祷。历史的主，创造天地摇花阮的上帝，你至尊，你至圣，阮的一生独独只有敬拜你。伫你的话语中间，阮产生一种的觉醒，阮知阮对你圣经的话的了解无够个完整，主求你帮助阮。你若讲话，愚戆的人就得到智慧。人的目睭就越走无看虚假，你的圣神来帮助，人就明白家己是生活伫什么种的顶好的世代。人也要因为圣神的帮助，明白你奥妙的真理，明白你美妙的计划。主，请讲，你的囝儿恭敬听，对这事到永远无尽。奉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